大甲妈要警高岗8暝昨暗时起价，拄好当着清明连假期间，庙方估计有60万人参与。不过拄起价无偌久就起冲突，有一个查甫人拿手要替新桥开路，甲另外一个团体相嗌，阁有人摕安全帽甲伊喊，警方随赶到现场甲依法侦办。4号暗时10点45分，大甲妈起价。 正式展开高岗8暝的料警，今年是由立法院长韩国瑜请妈祖上桥，由镇南宫董事长严清标、台中市长罗秀燕扶妈祖銮桥出庙门，差不多1分10秒就通过庙埕，创下往年上紧的纪录。今年拄好拄到清明连假，庙方预估参加料警人数会比去年加2成。 起价当暗估计有60万人。走在妈祖的前面应该会比较轻松，因为妈祖那么停那么紧，所以你若唔捌行过吼，会感觉较忝。今年参加的人数比往年更较侪，庙方提醒民众要注意随身的物品。不过大甲妈才拄起价，4号深夜11点外，銮桥经过大甲区光明路甲顺天路的时阵，就传出冲突。一名黄氏男子想要为銮桥开路，甲穿白衫的团体杀来杀去。 其中一个人摕安全帽攻击黄氏男子，警方后续会追查涉案人的身份，并依法侦办。本分局正积极追查涉案之白衣男子到案，全案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7条，家暴行为人依法就办。大甲妈銮桥自家伫咧彰化市南窑宫，彰化警方下看状况实施交管，以用上调发生抢桥冲突的民生地下道，会全面检康。 机动应变队卖前往热点，防范冲突的发生。公司新闻大公报道。